西藏方言大挑战，西格子撒掉，山南那东。宁吃米林，抢到门康。这个女孩真的好漂亮。旁边的我这年纪生了我，我们的一级里，我帮我宁见不见呢？我们这不是话几喽？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？让同工的还是要多。就是等我刚才吧。提供他多久噻？叫那个公接同哟。你明天有课吗？让上了不是的，就是你录成呗。那把老菜吧。去送你到家哟。作业写完了吗？将这题才说，总在这啥事？全是这啥什吧？去用这这样的。我们去玩吧。到底抢不了这头。真咋着？俺怎么整着？剩两个抢着的。刷完牙我们睡吧。说句才能听我的耳朵。说句你的。说主你在我这打。司机买车，你买两条的。哎。